形容那个早上公鸡在叫的那个感觉，咕咕咕咕咕咕，有没有？很多公鸡在叫那个感觉，就很多的声线会不断的串来串去，这种叫做马扎沙带，这个是一种形容这样唱歌的方法。但是这样的唱歌方法有很多的歌谣，包括我们现在要唱的，这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般的歌谣。第一首要带的是青蛙合唱。以前是怎么形容这个青蛙合唱？就是以前种田的时候没有撒农药，所以田里面很多青蛙，青蛙叫来叫去，有没有那个感觉？就是青蛙合唱。这样了解吗？好像没有解释到因为工作里面就大家很辛苦，因为以前都是务农的，所以会用这样的歌谣来调节工作的辛苦，让工作做起来没那么累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歌谣。好，那就带这首《青蛙合唱》。